下个再来关心最近猪仔市伤济，为9月起台湾猪肉价小一直啦，引起到饲猪仔人真无欢喜，怀疑讲敢会成为进口商进口伤济冷冻猪肉，才会害咱台湾的猪肉价小落较稀咧咧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菜价部分，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高丽菜大盘化到1公斤剩11块尔尔，上主要就是因为前一阵啊种菜人烧钱要种高丽菜才会大出，煞来讲会配合提起加工，也有出口外销。透早来到市场买猪肉，拍算要摕转去煮火锅。头家娘阁真大方送大骨，要互人家摕转去控汤。有真侪民众嘛有听讲猪肉的价小一直落，不过实际来到猪肉摊前来甲问看卖，实际商煞感受袂到。感受你上游没有无落价，我免哪有感觉。根据中央畜产会统计，猪肉全国的平均车价小对9月就开始一直落，拍卖价小敢若剩1公斤68块左右，卖出去的敢若会当拍平收本尔。安尼嘛来引起猪农的不满，因认为讲这个冷冻的肉品进口伤济，才会来压价国内猪肉的价小。甲看今年对这个正月到10月，拢总共进口10.181公吨的这个冷冻猪肉，这来甲比起这个去年同期的进口量，都加买6-7%咯。进口的量有增加，国产的量也增加，在价格上是比较低的。原则上在12月份就会开始。中央畜产会宣布启动超过140公斤的猪，先进行屠宰冻存的作业，避免入去这个拍卖市场影响到价小。若同款这落落无停的，还有高丽菜，原本伫8月受到大雨影响，一粒高丽菜卖到200块的关价，省真侪农民一直来种高丽菜。不过到这个月，批发价落到剩1公斤11块3。以前的话1颗要好几百，现在不是变得比较便宜。8月底我们就已经有公告，就是告诉生产者不要再种了，因为过量。目前的价格还是在10块钱以上。强调会来配合加工加强外销，还有年节也嘛得要到啊。未来嘛来到这个需求的高峰期，估计这个价小会豆豆回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